屏东的警方伫去年底抓到一件诈骗哦，诈骗集团是爱被害人买400万的黄金，然后的头家感觉怪怪，随同报警察，警察嘛设局，嘛顺利抓到2个嫌犯。他刚刚第一次问你为什么不讲？穿白衫的查甫人坐伫涂骹，双手用手铐绑咧。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原本要向被害人摕黄金，结果去互警方抓。去年12月底，有诈骗集团甲被害人讲，伊涉嫌刑事案件，爱管制口罩，要求伊去买400万的黄金。然后头家感觉怪怪，就通报警方。警方提假黄金交易，抓到诈骗集团的监控手甲车手。因为我没有提款卡，也没有什么那一些卡都没有，然后就说不然你就要去换成金条，这样比较好交管。就是从他的言语跟那个听起来就怪怪的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觉得不太正常，对，然后就跟警方联络这样子。因为黄金这一阵仔价小起落大，拄好诈骗集团叫被害人买的时阵，1件16000外。结果趣味的是，被害人本来无咧投资，结果后来黄金价小起到19000外，互被害人料想袂到的是400万的黄金现赚20万，加做头一件诈骗刷赚到钱的案件。今那个时段就是很多人在买，然后临时也没有货，然后后来就是还要再等，所以在等的期间我就发现问题。不但成功拦阻民众免于遭受，也因黄金的价格飙涨，让原本要被骗买黄金的受害者因而小赚一笔。屏东警察局12嘛保障这银行业者协助警方盗掠诈骗集团，当事人后的头家嘛有出席。警方表示希望透过公开保障和检讨改进，鼓励日后各银行业者做伙守护民众财产安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